为了响应台南市照顾弱势优先的理念，新丰赛主会对111年开始到今年7月这台已经捐赠3台富康巴士，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新众朋友。所以社会局特别伫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捐赠仪式，市长委托嘛亲自出席，代表市民受赠，并回赠感谢状予第16届会长阮连通。感谢因长期热心公益，甲市府合作照顾弱势。市府迈将新的富康巴士来汰换10吨以上的老旧车辆。150天里面，然后这个使用了12万6千次，每一台每一天大概使用8次，你可以知道它使用的频率是非常多的，耗损也是非常大。所以很谢谢各位，也谢谢新丰市执会，也谢谢300亿湾区的各位领导师友，谢谢第6专区，谢谢第12分区，我们也会继续努力那市府的预算加上我们来自民间的善行，能够成就非常好的这个事情。因为台南市幅员比较大台北市的面积277平方公里，台南市2200平方公里，所以说台北市8倍多，因此我们急需要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们许多年长的朋友。拢讲来观察者出来，为着要纪念因遐长辈来对咱这个做小服务。其实咱即马因这富康巴士对咱这社会真正，咱即马坐轮椅，咱即个足方便的。尤其咱即马坐轮椅的人，嘛当去上班，因嘛当讲过来办公拍电脑。是啊，你有这富康巴士咱来甲大部分嘛减轻的负担，因继续搁上班来维持家庭。社局说明，目前台南有155台小型甲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，这车多数拢是民间捐赠，所以民众伫上午6点到暗时11点，若需要接送，要先卡预约电话：永华甲溪南区卡2975678，溪北卡6328899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